原來記錄生活、愛發朋友圈，死亡風險居然可以降低12%。係國際頂級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刊，科研團隊分析1200萬人數據，長期追蹤得出嘅真實研究結果。經常分享情緒、記錄日常嘅人，比起凡事收埋心底、從不發圈嘅人，患病、長期死亡風險都會明顯偏低。長期壓抑情緒，堆積孤獨同壓力，會打亂內分泌，拖垮免疫力，心理嘅鬱結，遲早都會變成身體病痛。發朋友圈從來都唔係矯情，係最平靚正嘅情緒解藥，幫我哋排解孤獨，舒緩焦慮，減少內耗。咁如果你心裏面有唔開心嘅話，不妨發朋友圈，試下呢一味免費又治癒嘅無形良藥。